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哋繼續收睇香港新聞連線。我哋又嚟到外國專欄嘅時間，今日帶嚟經濟學人專欄。北約峰會為咗安撫特朗普，歐洲力求短而快。4個月之前，默茨喺德國嘅大選勝出之後，公開表示，現代史上面最大、最持久、最成功嘅聯盟就係北約，可能好快就會瓦解啦。佢話：我好好奇，即將喺6月底舉行嘅北約峰會到底會點樣發展？我哋係唔係仍然會討論而家嘅北約形式，抑或需要迅速咁樣去建立獨立嘅歐洲防務能力？峰會即將喺幾日之後喺海牙舉行，北約依然健在，而默茨亦都改變咗佢嘅論調。喺6月5號白宮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後，佢就宣稱：我毫不懷疑美國政府對於北約嘅承諾，但係6月24號齊聚海牙嘅領袖就唔願意冒險。峰會將會短暫而且精心安排，減少特朗普製造混亂嘅機會。2018年佢曾經幾乎宣布美國會退出北約。峰會嘅議程將會聚焦特朗普最關注嘅議題，就係防務開支。目前北約23個成員國達到2% 嘅國內生產總值用喺防務，同埋20% 防務預算用喺裝備嘅雙目標。而喺海牙，盟國同意會將宣布新嘅目標，所有盟國應該將3.5% 嘅 GDP 用於北約嘅秘書長馬克呂特所述嘅核心軍事需求，另外再加1.5% GDP 用嚟基建同埋工業產能呢啲防務嘅相關開支。西班牙係唯一一個反對者，但係預計亦都會妥協。真正嘅爭論就係達成目標嘅時限。中東歐國家推2032年，而斯洛伐克等對於威脅比較弱或者係進展比較緩慢嘅國家希望2035年。前者將會令到好多歐洲嘅財政部震驚，意味住防務開支更加會快咁樣增長，而後者令人諗起2014年威爾斯峰會，盟國雖然同意2% 嘅目標，但係進展緩慢。呂特亦都表示佢希望避免曲棍球棒嘅效應，即係盟國喺最後1-2年突然花錢，1年之內無法花完呢啲錢，存在吸納能力嘅問題。額外資金目的就係資助北約軍事總部制定新嘅防務計劃所需嘅能力。6月9號，呂特指出呢一個包括空氣同埋導彈防禦系統增加400%。前美國北約代表團成員，而家嘅倫敦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負責人艾勒胡斯回憶，內部宣布呢個計劃嘅時候，軍事規劃者會議室裡面傳嚟明顯嘅驚嘆聲。而喺2月份，歐洲盟友震驚同埋憤怒特朗普政府羞辱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，同俄羅斯直接談判，並宣布唔再領導歐洲常規防務，而春天夏天之後轉為接受同埋務實。一名嘅美國高官就話，對於美國大規模咁樣撤軍嘅擔憂可能會被誇大。歐洲嘅美軍資產包括 F-35戰機同埋驅逐艦，可以迅速轉移去太平洋。佢話如果德國希望保留美軍，我哋有好多部隊。而6月5號，特朗普亦都表達過類似嘅觀點。然而歐洲盟友日益係認識到關鍵美國能力未必係永遠可靠。一個歐洲官員就話呢一個過渡需要10年，至少都要7年。趨勢顯而易見。根據軍事數據 Janes 2018年至2024年，非美北約成員即係歐洲、加拿大、土耳其裝備開支翻倍，美國僅增5%。美國喺北約嘅總投資開支嘅佔比由2010年嘅83%降到今年65%。北約軍事層面方面亦都改革緊。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卡沃里將會結束3年嘅任期。一名歐洲外交官就話喺歷任最高司令裡面，佢表現突出。佢嘅接任者空軍上將格林海維奇將會負責實現卡沃里嘅計劃，其中包括盟軍陸軍司令部多納丘嘅提出東翼威懾線，借鑑烏克蘭嘅經驗，使用新型質量無人機同埋廉航巡航導彈去擊敗俄軍。呢一個係新而且低成本嘅方式。過去3個月經過模擬測試，將於明年5月堅定捍衛者演習最終驗證。
防務開支同埋軍事策略並非唯一議題。一名外交官表示，美國希望峰會只談5% 目標，歐洲多數國家希望亦都討論原因，俄羅斯同埋烏克蘭。而歐洲嘅盟友希望特朗普兌現對於俄羅斯拒絕停火嘅制裁威脅，但係6月16號 G7 峰會上面，特朗普重申讓俄羅斯重返 G7，抱怨制裁成本，取消同澤連斯基嘅會面。澤連斯基將會出席海牙國宴，美國可能介入伊朗，亦都考驗特朗普嘅注意力。平時盟友會討論中國核武同埋軍控、太空安全呢啲議題，今次預計鮮少提及。峰會公佈或者較以往短，呢一個係安撫特朗普嘅代價，而北約嘅官員認為值得。呂特反思，北約從來都未志在營造和諧，由第一刻起就無需在一切上達成一致。以上係今日嘅外國專欄。各位觀眾，歡迎將你嘅意見諗法喺下邊留言同我哋分享。仲有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帶嚟嘅外國專欄，就之前可以幫我哋撳返個 like， 同埋將呢條影片 share 俾你嘅朋友一齊睇。稍後時間會有其他嘅新聞內容，我哋稍後再見。好啦，俏貓貓6月份極致豪華食品優惠，準備端午節同爸爸一齊。BG18 魚子醬質地絲滑，柔軟細嫩，口感 creamy， 全天然產品，絕對冇任何防腐劑，真正嘅細緻頂級享受，原價1080蚊㗎。仲有日本頂級松葉蟹腳超大碼 3L 一盒，每條蟹腳啖啖肉，肥美軟嫩，解凍即食，原汁原味，鮮甜爆棚，原價398蚊。日本黑松鮮釀燒手一支，有柚子梅子兩款味，原價108蚊。呢個組合咧總共超過1500蚊嘅，而家咧超特價756蚊啫。買翻去同爸爸家人一齊慢慢品嘗。6月1號到30號門市同網上都有優惠，唔好錯過啊！